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敢是温子宫病院的翻版例。台中大理的仁爱病院为40个西药剂的患者来自第2剂的 AZ 疫苗，讲这个剂量共注无够，才注原本剂量的1/5，发现唔对了后，紧急通知因搁等来病院来补注。稽查结果，该医院因为落实3堵，对致40余位民众接种剂量错误。 院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紧急通知民众补种及关怀追踪。目前卫生局已对该院接种公费疫苗停权处分。台中市卫生局介入调查，发现病院注射定数做了无确实，本地一射应该就要注0.5cc， 才共注0.1cc。事后，这个病院核对着这个疫苗的剂量。 发现出差错，才紧急来通知着西药剂的患者等来补助。除了4位民众因为个人的因素，无愿意搁来动1针之外，其他患者拢已经完成着补助。病院有疏失，台中市卫生局做出着停权的处分，爱病院提出检讨的报告。